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这是咱主日的敬拜已经到，请咱安静心来做咱今仔日的主日礼拜。恁着学乐耶和华我的心嘛，恁着学乐耶和华，我一生要学乐耶和华。我要活的时要唱歌学乐我的上帝。这是咱要来请敬拜团带咱来敬拜。亲爱的兄弟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起立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不知道兄弟姐妹，现在大家的心情是如何？有些可能在生活中平常有遭遇到许多的困难，希望我们能够借由这个诗歌，能够把我们的一切都交给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天父。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每时刻安然度过。我不求明天的阳光，因明天破转阴暗。我不为将来而忧虑，因我知主所应许。今天我必与主同行，朝圣至前途光景。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主掌管明天，他必有领我向前。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每时刻安然度过。我不求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我转黑暗。将来而忧虑，因我知主所应许。今天我必与主同行，他深知前途光景。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主掌我明天，他必有领我向前。事情我们真的是看不明白、不了解，为什么会临到这些事情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但是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主你掌握明天，主你掌管了一切世界上一切的事情，让我们能够单单的信靠主你。虽然我们并不明白，我们不明白，虽然我们不明白，虽然我们想不明白，但是让我们能够凭着信心来相信，凭着盼望来去度过了每一天。主啊，我们就将所有的弟兄姐妹就交托在主你身上。主啊，我们的生活中常常会碰到许多的挑战，许多的困难，许多突发的状况。主啊，但是我们不怕，因为有主你我们同在。谢谢主耶稣，让我们能够尽心尽意的来敬拜主。小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恨，叫我这不配的人平心得救。你是生命帮助我，使我胜过老救我，求救恩主领我，迈向树林高峰，让我赞美飞机每次，让我敬拜飞机方式，让我俯视飞靠双手，而祷告飞机拥口，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恨，叫我和不配的人平心得救。你是神子帮助我，使我胜过老救我，祈求恩主引我，迈向树林高峰，让我赞美飞机每次，让我敬拜飞机方式，让我俯视飞靠双手，而祷告飞机拥口，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让我赞美飞机每次，让我敬拜飞机方式，让我俯视飞靠双手，而祷告飞机拥口，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
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让我们持续站立。就是咱要来用信用告别。新的诫命，请咱坐念，你着要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专如发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请坐。这是咱要来看启应文，伫启应文父圣诗第4篇，这是我来刻，请恁来引。上帝啊，求你保护我。我的灵啊，你捌对耶和华讲。论到地上成的百姓，用别的神替换耶和华的，伊献电费的祭，我无要献。耶和华是我的产业，甲我杯中的份业。我所量，予我的地，是伫真水的所在。我要学了迄个教是我的耶和华。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因为安尼我的心欢喜，我的神快乐。因为你无将我的灵魂下伫阴间，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这是咱同心来祈祷。听阮世间人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对你天理的看顾，互阮伫每一日早起天开阮的目睭的时，看起你主美妙的创造，阮心就大大欢喜，因为阮知你的恩典甲阮同在。求主你互阮心存谦卑甲敬畏的心，因为阮知敬畏你是智慧的开端，互阮伫阮人生的中间。无论拄着艰难、困苦，也是欢喜的事，拢会当感谢主你。但阮也知，阮的生命中间会拄着侪的挑战，无论是病痛，也是求学，也是就业，甚至是婚姻的问题，阮拢摆列伫主你的面前。愿你亲自带领阮，经过风风雨雨。阮也感谢主你。互即届的台风虽然带来阮台湾的灾难，总是阮也悠然欢喜，感谢主你，你护卫着台湾的百姓，互阮伫过来会当更加伫福音的顶面来见证主你的名，互主你真正会听，会即个导师，阮也知主你甲阮常常伫地，你用你无限的听来安慰阮，但阮就拄着所面对的问题，阮也应该用阮安静的心来重新得到快乐。但阮也愿意将这一切分享伫阮所有阮捌的人的中间，互因会当得到得到助力的帮助。这是阮也将这个今仔日所要讲的瓦克主的这个话。放伫阮的心肝内，互阮常常瓦靠主得到帮助。阮安尼祈祷，拢是瓦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
阿门。这是咱来请圣歌队来献诗。这是咱来看一节的圣经，记载是历代志第14章第8节至16节。这是我来读，请咱来看。非利士人听见大卫受抹油做以色列全国的王，非利士人就上来找大卫，大卫听见就出去抵敌伊。非利士人来排列伫利法因的山谷，大卫问上帝讲：我着上去攻击非利士人吗？你要将因交伫我的手吗？耶和华讲：着上去，因为我要将因交伫你的手。因上来巴力比勒心，大卫伫遐拍因。大卫讲：上帝用我的手冲散我的对敌，亲像水冲散一样。因为安尼，叫迄个所在做巴力比勒心。非利士人放下因的上帝伫遐，大卫命令人用火烧伊。第13节，非利士人搁排列伫山谷，大卫搁问上帝，上帝甲因讲：毋通上去对立，着闪对边啊，伫酸栽树的对面来攻击因。你听见酸栽树尾有骹步的声，就出去交战。因为上帝做你的头前，出去要拍非利士人。
代表着尊叹上帝所吩咐，因拍非利士人的军队对基边到基色。第17节，大笔的名声就报扬各所在，耶和华互列国拢惊伊。以上，这是咱今仔的正道，要请蔡长老。今仔要正道是凡事倚靠上帝。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里聚集。求你圣灵降临在我们中间，抚摸每一个人的心灵，让我们的祷告在你的面前得着成就。因为我们一生一世要在你的圣殿求问，求主你保守我们，保守心怀意念，让每个人把我们的心灵完全的敞开，来受圣灵的指引，来接受主你的话。我上帝话侵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每一个人有上帝交换三角地带，我来祈祷，奉最后所记的圣名来求，阿门。现在弟兄姐妹平安。靠生意的好不好啦？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啊！真的，我们是祝福。这个礼拜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9点，我们开始有一个祷告会。我们一直祷告，我们会朝天兄祷告，因为他现在面临一个很关键性的治疗。我们先用祷告全部拖住这个治疗，让他能够成功。各位讲说啊，我上次生病的时候啊，我们蔡长老为什么没有发动全教会祷告？会。我们教会以后每天9点，我们希望都有祷告。你说我没有空，那你早一点，你晚一点，每天都过着祷告的生活。你说我不知道祷告什么，你周报拿起来看就知道。你不会为你的家人祷告啊？每个人都很重要啊。儿女是上帝所赐的产业，每个儿女都很重要，每个父母也都很重要。孝敬父母是我们第一条带着应许的戒。我们都每天为我们家人祷告，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祷告，尤其碰到关键性的时刻，就像彩云姐每次来做礼拜，我们一定会为她祷告。为什么？上帝在她身上慢慢一步一步会发现上帝的大能。阿们。所以今天我们所有从开始的敬拜赞美，到我们圣歌队的之后，到我们的回应诗歌，都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不知道明天会带来什么。明天到底产生怎么样？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治疗给我有没有效果，我不知道我就这个职业对我有没有好处，我不知道我做这个工作对我有什么好处，我做这个工作不知道会使还是没使。凡事求问，凡事信托，凡事倚靠，我们养成这个习惯，而且内化成我们荣耀主跟神同在。我们做每一件事情，我们跟神祷告，我们求问神。虽然有时候你会得不到回答。今天我们的嘉乐大哥有来，嘉乐我叫他叫哥哥，叫他的阿嬷叫奶奶，他不理我。嘉乐等一下我们圣礼圣经的时候，你要叫我哥哥。虽然我们同年龄的还在这里，但是不管如何，每一个教会每一个会友都是我们的宝贝，都是上帝的宝贝。阿们。你一定要相信，你们每一个人，不管老老少少，不管兄弟，不管姐妹，在上帝的面前都是宝贝。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有时候祷告，我心里上可能也比较老了，泪腺也比较发达。眼泪是上帝所创造最小的宇宙。我再讲一次。眼泪是上帝所创造最小的宇宙。当你祷告你的眼泪的时候，上帝必垂听你的祷告。差别在哪里？差别你有没有耐心而已呀。哎呦，我祷告上帝都不理我。我们的祷告，我们凡事要依靠上帝，我们凡事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要成为上帝真正喜欢的宝贝。这样凡事求问。我们再开始要来查历代志，等一下我们既然长老可能会帮我们解释说历代志怎么的。历代志、撒母耳、列王记，我们可以一起共同来读，可是用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角度。我们看扫罗是以色列第一个王。扫罗刚开始的时候，人高马大，又英俊又潇洒，又谦虚，上帝很喜欢他，立他为王。
可是人有权力之后，人点来讲，权力会使人腐化，有钱有财之后就开始胡作非为，开始会嫉妒，开始会哇，这就会我要将我的王位传给我的儿子约拿单，哇，就开始想很多的办法。之后听到大卫，开始嫉妒大卫，他有2次追杀大卫，这些我们不讲历史的过程，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再来讲。但是相对的，大卫当王之后，他做了第一件事情，他不是说开始攻打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本来住在海边哈，我们看这个地图的那个最应该你们算是最左边的地方就是海边。非利士人住在海边的地方，就开始慢慢攻打，从东边攻打上去，攻打到犹太国。犹太跟以色列哈是南北国，攻打到以色列，然后几乎扫罗的地区被非利士人占领啊，没有降下去啊。就大卫做王以后，养精蓄锐，他不是全面去攻打非利士人呢，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有一个叫做耶布斯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啊。他先攻打这耶布斯的地方，那个地方比较高，他站在制高点，他先攻打这个地方，把这个地方先巩固起来。那以后我们就看到，如果一直到第15章、第16章，我们就会看到大卫开始建造圣殿，那个地方以后命名为耶路撒冷，变成整个的敬拜的中心。那时候，那个非利士人看到大卫开始兵强马壮了以后，非利士人就开始到那个什么叫那利乏音谷，在利乏音谷的地方，那是一个山谷的地方。那如果你们看赫本的圣经里面讲说，会不会写错？应该散布在利乏音谷，不是，是布散。你就看那个圣经很好玩，是布散。这叫布散呢，所以用台语圣经的话，可能会看得比较清楚。用侵犯，因侵犯那个所在，因为因变末那个所在，他们散布在那些地方，侵犯在那个地方，把利乏音谷又占领了。那就在那边计划作战，他准备去攻打，因为利乏音谷再攻打上去，东边上去的话，就会到耶路撒冷。就是所谓的耶布斯，就大卫所占领的地方。大卫也没有召开军事会议哦，也没有找这些长老们来商量哦，也没有找祭司利未人大家来商量说，哎，现在我们开始怎么打仗？没有，他做了什么事情？立刻求问上帝。等一下我们讲说什么求问？求问上帝啊，上帝啊，他们要打我，我能不能跟他们打？就上帝说打。你就跟他们打，你敢相拍，我给你3个地地，你做你给拍。哦，上帝就给他很肯定的答案，打就正面的就打下去，就他真的是把那个利乏音谷的地方全部都收复了。之后他在地方命名，等一下我们说荣耀上帝的时候，我们再特别来讲。非利士人输了不甘心呐、不甘心他做一件什么事情？好，我又来。我又再来这个利乏音谷，我在这个地方又开始集结。那大卫又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他又不是召开军事会议耶，也不是召开国事会议耶，要找那些将领来讨论呢，怎么打仗？没有，他那个求问神，上帝呀，我能不能跟他打？他说：“这是不一样啊，这次你转到后面去。”听到什么？听到桑树，这个桑树不是桑葚的桑树哈。我们有时候去查经说桑树得生水哈。桑葚不是枝叶很嫩吗？上帝说听到桑树的树梢上面有声音，你们就去打。那个声音是上帝的军队啦，就去打。桑树很小呢，怎么可能一下就看得到？桑树不高那个桑树是有点像白杨树那种桑树，不是我们桑葚的桑树哈。你们看到桑树梢上有声音的话，你们就出战。有听到脚步声，就上帝的军队啪啪啪啪啪啪，你们就跟着出战。有没有赢？又赢了。所以上帝用各种的方式来带领我们。第一次正面跟他打，有没有赢？赢了。第二次反面跟他打，有没有赢？也赢了啊！赢了到哪里？从基遍到我们整个的那个基色，整个基色在过去是什么？就海边了。就是非利士人的地方，等于他一直把他们赶走到非利士人的海边，所以大卫的犹太国就得到稳固。所以这个很好玩的一件事情，让大卫做了一件事情，
他第一次打赢以后，那个利法因谷的上面，就是他们打赢那个地方。我们就是说，那个地方就是一个那个所谓的巴利比拉辛的地方。那上帝做一件事是什么？就在他殿里求问。所以在诗篇里面，上帝做的诗里面特别讲这一件事情。我的一生一世，有一件事情我曾跟耶和华求，我仍要寻求，就是什么？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张扬他的柔美，然后说在他的殿里求问。殿里求问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哎。今天我们礼拜天能够在殿里求问上帝。我们为什么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文中的时间，我们希望大家静下心来，静下心来，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如果心里上你有什么很难过的地方，完全舍弃放下，甚至你在店里的时候可以祷告上帝。你有亲人目前在生病，你能不能在店里求问？可以，上帝会不会听？会听。你要有这个信心，看那个时机。上帝会在适当的时机行使他适当的大能。不管你去参加高考，不管你去参加学测，不管你做什么事业，不管你亲人在生病，你凡事求问上帝，凡事倚靠上帝。所以凡事，会不会很烦啊？凡事吗？真的吗？我吃饭今天到底要吃意大利面，还是要吃那个荷兰的河粉，还是要吃那个排骨饭，还是鸡腿饭？这要不要问上帝？所谓的凡事，就是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无法做抉择，你什么事情不要自己去做抉择，你先问上帝。我每一次要出门之前，我一定先祷告上帝。我今天要去监察院的，今天我总共有5个会。都我主持，希望上帝赐我智慧，能够很简单的主持这个会议，而且很快。我曾经12点主持一个会议，12点半又另外一个会议，大家都认为说这个一定会出问题，因为会超过时间，所以我12点25分主持完，我用跑的过去主持12点半，一点时间都没有浪费。结果也一些委员跟着我主持的都来不及，他们没有我跑得快，也没有我准备的多，但相对的，上帝叫着。我就觉得说，以后他就那个智慧就会出来。我这辈子里面，我都觉得说，凡事求问上帝，凡事求问，由上帝做主。否则的，你东西很多，我们的法官东西知道事情多得不得了，压力又越大，忧郁症越大，法官当到法官就跳楼自杀。大家心里都很难过，说我们现在怎么案子那么多，压力那么大，我心里也很难过。说为什么你不求问上帝？上帝告诉你这个怎么做，这个怎么做，这个怎么做，没有那么真的那么复杂吧？可是我们有没有方式求问上帝？我妄求看卖嘞，妄求妄求所以妄求上帝不见得会准呢，妄求看卖嘞。有时候妄求讲上帝我出来的世界上水的，世界上好嘢，妄求嘛。这上帝，凡是求问上帝，凡事你遇到什么事情，遇到什么任何问题，你要做什么事情，不是遇到困难而已哦，你要做任何一件事情，不管对还是错，问上帝耶。凡事去求问上帝。那我问上帝，可是我不知道上帝有没有回答我啦。所以你要先有准备啊！你要经常过着查经祷告的生活，跟上帝比较连结呀。这个人跟你很熟，你大概跟他有默契嘛？你塞起来吧，不会。就像我太太大概眼睛眨一下，我就知道她在想什么。可是旁边的人不见得会知道啊。我们如果跟上帝很熟，一直亲近上帝，我们能跟我们的阿爸父神很熟。我在讲阿爸父神哦，你们也一样哎。你不要以为你跟你的父母都很熟。不见得，我们教会可能大概比较没这个问题。其实我在法院30几年来，我所看到的父母跟他的子女不熟，非常陌生，就像嘉乐现在看到我一点都不熟。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养成跟上帝很熟啊，我们要跟上帝连接在一起。他是我们的阿爸父神呢。你的阿爸是天大地大，你阿爸比上大，阿爸最大，阿爸上帝最大，你都不求问他，所以你要跟他亲近，
所以我们以后每天晚上9点，你有时间的人，请你跪下来祷告，请你坐着祷告，你躺着祷告，你站着祷告，为了同一个目标来祷告，为了你的家人祷告。我们教会有查经的，我们也慢慢养成大家要祷告的习惯。9点开始祷告上，蔡长老啊，要祷告多久？1分钟够不够？1秒钟够不够？10分钟够不够？1个小时够不够？那是你跟上帝的关系，不要问我，我不会跟你讲。1秒钟也够。上帝，我为着某某人，我还是我的祈祷，阿们。上帝会听，祷告也要注意聆听。所以我们祷告什么？我们要真的是求问之后要遵守。上帝叫你走左边，你就说其实我明明要走右边呢。我就觉得去练维哥比较好。什么？上帝一直叫我去练北一女，不对，我在祷告，心里奇怪，练到维哥心里还是不平安，练到北一女心里就很平安。可是我不喜欢北一女啦，嗨，我就喜欢维格啦，那个地方哦，听说哦节目也很多的，上课很精彩。去北一女就是很自私的，我不要。你到底要遵循上帝，还是遵循你自己？有时候我们随己意而行，上帝我就喜欢这样，我喜欢在日本设厂，可是上帝心一直不平安。上帝啊，我就是在日本设厂，在日本设厂我可以赚大钱，可上帝就不喜欢你去做，好了，就跑回上华设厂。上华这个地方鸟不生蛋，真的回去好吗？我不知道因为那是上帝的旨意。你要凡事求不打折扣的责问，在一个很深山里面，这深山里面要下到城里面要很久很久。有一个那个老欧巴桑，老妇人，他在山上生活太久之后，他想说他要到城里面去看看，总是人一辈子总是要到繁华的都市看一下吧，所以他就下到城里面来。之后很好奇的就看到有人他桌上怎么好像拿一个黑黑的东西跟人家在讲话。我说那是什么？电话啊。什么是电话啊？电话就是拿起来啊，电话做什么？我就可以跟对方讲话，我就跟我的爸爸妈妈在讲话。这么好，电话拿起来可以跟你的父母讲话可以啊，当然可以啊。要怎么做？就拨你的号码嘛。拨完你看，我用给你看，拨，然后就电话拿起来，喂，爸爸，你今天好吗？妈妈在不在？妈妈在外面种菜你跟妈妈讲说，我打电话给她。好羡慕原来电话这么好用郑伟一听到赶快去旁边买一支电话回来，哇，走了好远的路，终于回到他们家里面，赶快钻上去，电话放到桌上，我打电话给我妈妈，我有问过我打电话给我的一个好朋友，他有告诉我电话号码，就拨2317896，在那拨完，怎么没有声音？再一次，为什么没有声音？我被他骗了啦！很贵呢，电话很贵呢，以前的电话很贵。再一次，再拨，还是没声音，我被骗了啦！之后有一个机会，他要回到城里面，就去跟他讲：“你骗我！电话这么贵，我买了，我打电话没有人接。”他说：“你住哪里呀？”我就住在那个这个村庄，这个山再过去那个村，那个村没有电线，没有电线网呐，那个村根本没有电话。什么叫没有电话？也就是没有电话线呐，根本跟城里没办法联络。电话还要联络，不像以前我们说去城里面买个水龙头，就穿上墙壁一插一打开，水还是没有下来，就骗我。你看在城里面，水龙头一打开，水就出来。我买回家水龙头一插上去，一打开，水有没有出来？没有，就是没有。为什么？没有连续嘛，没有联络嘛。所以这山上老妇人买了电视，所以我们求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明白上帝的旨意啊。那我们要明白上帝旨意，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要跟神亲近，我们要跟神连结啊。你问了老半天，你跟神没有连结，你问有用吗？
你可能问东，可能问西。我们昨天听一个那个上个礼拜听陈先生在那边做见证，他还讲说，他一边听佛经，一边听圣经。他甚至去恩主公里面拜拜，跟恩主公讲说啊，怎么样，那一边看圣经。我们总是没有跟上帝很亲密的联系。那我们讲说，反正我们随便拜都好，用一个很敷衍的态度。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啊，我们要跟上帝紧密的联系。你跟上帝连接，你才知道上帝的旨意呀。上帝叫你往东，上帝叫你往西，你根本没有跟他连接，那个电话线根本不通。上帝跟你讲什么，你根本不知道。所以我们看到当时大卫的求问是什么求问？如果从以前出埃及记，那很简单嘛，晚上是火柱，白天是云柱。然后以前的最简单，以前上帝跟人是直接接触，上帝跟摩西是直接接触，所以上帝叫我往东走，我就往东走；上帝叫我往西走，往西走；叫我往南，我就往南啊，好简单哦，脑筋都不必动，反正上帝叫我走这边，叫我走那边，很简单，没有东西就淹屯，没有水，石盘一打啊，水就跑出来，很简单啊。然后接着慢慢的，上帝跟人开始透过先知的。开始慢慢跟人透过什么？刚开始的时候有祭司，祭司的衣服叫做以弗得，以弗得那个衣服里面，注意看哈，有12颗宝石。为什么有12颗宝石？以色列有12个支派啊。那支派啊，有一个黑色的石头，有一个白色的石头，我们就是所谓的乌灵跟土明。好像我们在占卜一样啊，棍门土兵。那祭司就会拿着这2个，你要求什么？求问什么？我都求问说，我到底会不会生儿子？好，我就跟你问上帝，上问你啊，蔡某某会不会生儿子？以前上帝会跟人那什么，这个土兵的宝石就会开始发亮。上帝说会的，会生，要有信心。都暗暗的。上帝还是说我应该做这个生意，还是做那个生意？做这个生意还是不亮？这是古代的时候，开始有先知。现在更简单，耶稣为我们受死、升天之后，告诉我们什么？他会差什么？差保惠师，差圣灵来。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可以知道神的旨意。除了你查经祷告跟神互相的亲近之外，很重要的事情，你在祷告心里有没有平安？几十年以后，其实我慢慢摸索，我慢慢知道说神希望我的是什么。有人说蔡总你会做这个，你会做那个，那做什么？我都很单纯，我都问上帝。我的心没有平安啊！上次那个监察院的副院长，我心就是没有平安啊，所以他叫我怎么去做，我都不想去做。为什么？心没有平安，最后没有多久，我的儿子出事。如果那时候我去做的话，大概变成全国攻击最大的目标。为什么受到这样攻击？我自己本身又连累到我的家人，不值得吗？我自己做得很好了，我就觉得每天生活很快乐就好啊，不要当什么大官。当着最大的官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所以我们心要慢慢的让圣灵进入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什么得到平安。我们看上帝都有他很奇妙的东西。当初那个约书亚，摩西叫约书亚带去攻打耶利哥城，耶利哥城每个人又高又壮啊，城墙又高啊，可以看到耶利哥城是怎么攻打。如果用现在的战术的话，那叫做翻堂。还有那边绕圈子，绕掉机器人要绕机签，然后拿着月桂，然后吹响，咻！在座的各位军事专家，我说问你们，上帝叫你这样做，你敢不敢这样做啊？笑遐大的车墙，大细，跟他笑嘞，可能上面的人在看说。你们这些小矮子在做什么啦？一天到晚在绕城，赶的话就攻打进来嘛，爬上城嘛，攻打进来在那边绕，疯了。上帝有时候叫我们做的事情哦，你会觉得说怎么可能？就是上帝要你这样做，可能不可能是在上帝，不是在你。我们都知道耶利哥城叫哇，地区颠就倒了。
我们都看到很多的事情。那个大卫当时还是小孩啊，我们如果去推算大卫被高为大卫王的时候，大概几岁？12、13岁。什么意思？前面7个，那么当然世界有的写6个了，因为圣经说总共到7个兄弟，有的写到8个兄弟，那么推算说他应该一个兄弟是还没有结婚就已经过世了。好，大卫是最小的那个放羊的小孩子，小屁孩耶。讲这个小屁孩不太好听，但是就真的是小孩耶，小12、13岁，被歌利做高以色列的王，那怎么可能？然后其实看他哥哥打仗，大家都不敢出来。那个歌利亚又高又大，对着看到都笑得要死。他说：“来，我靠上帝，我去跟他打。”你怎么打？以前没有手枪哈，你有没有枪？有没有武器？有没有盾牌？他没有，我有这个。以前我经常放羊在打狼的用的甩击，石头。人家想说不要开玩笑了好不好？以为这是开玩笑，没有，上帝跟我同在哦。歌利也看到他，一直觉得好好玩。你用这个打我，让你打吧，让你打100次都没关系，打吧。结果呢？大卫祷告完了以后，开始甩。歌利说：“干嘛？那么好玩呐、甩，咻！”嘣，众眉心看到歌利亚什么？嘣，倒下去，赢啦！所以有那句话：到扫罗杀死千，大卫杀死万，就是因为这句话。你看扫罗就嫉妒了。所以我们很多事情，上帝告诉告诉大卫什么？第二是告诉大卫说：你从后面绕过去，看到桑树上面有脚步的声音，就是耶和华的军队来了。你就攻打，赢了没有？赢了，这句话很重要因为上帝已经在你的前头去攻打非利士的军队。各位要相信啊，等你求告上帝，上帝会早一步、进一步的先替你去安排，不会吹灰之力啊。我们为什么？我们也当然要努力，但是不是这个完全是靠我们的努力，我们的努力的尽头。就要祈祷上帝，上帝替我们去安排这些事情。第二个，荣耀归于上帝。我们为什么荣耀到归于上帝？这是我的功劳呢。所以我们有时候吃饭的时候，妈妈一个小孩子已经上主日学以后，他开始信主耶稣，可是妈妈没有信。他祷告以前，他在要吃饭以前，他在祷告。妈妈我说你在做什么？我说我祷告上帝，谢谢上帝给我今天有这个美食。你妈妈讲，看差不多了，好不好？是老娘煮的呢。是我煮的，我妈妈煮的，你祷告上帝，这个合理不合理？我做妈妈，我煮的饭，你去祷告上帝，你有没有良心呐？他说：“如果上帝没有给你这些东西，你煮得了吗？”我们先祷告上帝，我当然谢谢妈妈给我煮这顿饭啊。可是我先祷告上帝，凡事祷告上帝，我们祷告上帝，所以。大卫战胜非利士人的时候，大卫特别讲说，是靠上帝的手冲破这些敌人呢。第一次的时候，上帝是冲破这些，否则依照当时的大卫的军力根本不可能。那个利法因谷全部都是非利士人，可是上帝冲破他，上帝靠他们冲破他。在打仗的时候，在山谷里面，上帝冲破了他们。你看，我们看这个地方，所以他取这个地方的名字叫什么？巴利皮达辛。巴列比达辛，巴列比达辛，那个台语翻译是叫做巴列比达辛。其实那个我们都是从原文翻译过来的。巴利比达辛其实也不对了，其实原文是这个样子。巴利比达辛，那原文其实有个很重要的字眼，就是什么？我们经常在用荣耀上帝，这个荣耀 ，black 跟 black 跟 black， 其实两个字是一样，一个叫做创造，一个叫荣耀。我们上帝创造人就是为了荣耀神呐。所以大卫将这个地名取为什么？上帝所冲破的地方，神所冲破的地方，他没有纪念自己哦。我们看到扫罗做一件事情，扫罗只要打赢就去立个碑。这是我扫罗打赢的地方。各位对碑都不陌生嘛？现在比较少了。以前任何一个建物
一个什么建筑物成立，就会开始有人提字就会提名某某人提。当然提名最多的是谁，我们都知道。哇，很多事情都某某人提。中兴教会某某人开设，彰兴教会某某人开设哦。大家都觉得说这个留名字多好。我在湾里教育的时候，他们就写历代的传教士写，因为我去过3次，所以写了3次。我说把我的拿掉，我不是传教士，把我拿掉。不是啊，你来最久了呢，这些人都比你还短，你拿掉，为什么？教会是谁复兴的？是上帝给他复兴的呢，是神做主的哎，功劳是全部的人呢，不是牧师一个人呢。因大我是全部的会友哎。是我们是上帝，所以大卫胜利，他做的是什么？是神冲破他们，纪念神。扫罗的目的是什么？立牌、立纪念碑啊。所以西米士的那个小真理问答里面，第一条最重要是写什么？人受造的目的是要荣耀神，欣赏并享受神。注意听这句话啊，欣赏并享受神，你觉得它美好吗？非常的美好。你若会欣赏跟享受神，你这辈子会过得多快乐，没什么好忧愁。就你欣赏并享受神，就像诗人所说的，以感谢为祭献给上帝。你每天过的是什么？所以保罗现在告诉我们，不能吃啦、喝啦，无论做什么都要做什么，为荣耀神而行。那你说这样我们不是很大的拘束？其实内化成你的生活，反而觉得很快乐的一件事情。我一直觉得比较引你自豪的，已经活到这个岁数以后，都不必应酬。当然我不否认了，回家都应酬我们家那只小的，应酬的很累啊，但是那种累是很高兴的累。我不必应酬，跟你言不及义，在那边讲东讲西的。现在看到政委坐在这里，我为什么一定要亏他？你们那个嘉乐大哥啊，你每天换尿布，你觉得累不累？累，有没有高兴？你完蛋了！我告诉你，你晚上不必睡觉了。我们被小孩子这样整，小的时候帮他换尿布，帮他喂牛奶啊，大便臭死了，臭死了。其实我们当父母的都记得有一个动作，一边换尿布，臭啊，好臭啊，好臭，好臭，臭你还闻，一直闻很久，奇怪了，你们这些人是有病吗？每次看到小孩子在帮他擦尿布，好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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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一直闻，为什么？高兴啊，高兴啊，人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很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说，你要活出真实的生命。什么叫真实的生命？你有神跟你同在，你高兴的生活，那就是荣耀神呐。你活出真实的生命，而不是那种吃喝嫖赌，做一些不应该的事情，那不叫荣耀神。所以神造万物都为了荣耀神吗？是还不是？神造万物是不是为了荣耀神？那个吃饭的时候，苍蝇在那边飞。有没有很讨厌？神造苍蝇是不是为了荣耀神？神造苍蝇是不是为了荣耀神？我看你们都不太敢答嘞哈。神造苍蝇是不是为了荣耀神？为什么是？一个小孩在吃饭，他们去餐厅吃饭，哇，苍蝇看到我苍蝇，哎呦，苍蝇啊，好讨厌哦！爸爸今天他们做完礼拜要去吃饭。今天牧师讲说，神造万物都是为了荣耀神。有没有讲错？爸爸说没有啊。来，让我爸爸，神造苍蝇是为了荣耀神。爸爸说是啊。神造苍蝇是为了荣耀神。是啊。为什么？没有苍蝇就没有今天的你。我告诉你，以前我很叛逆。我一直不想写功课，我每天去放荡，我一直希望妈妈给我钱，可是妈妈告诉我说，你要拿钱可以哦，你要跟我一起做礼拜。
我做礼拜什么动作都没关系，都没关系，你要去做礼拜，你做礼拜完之后我就给你钱。没办法，为了爱钱呐，所以他去做礼拜都做一个动作。唱歌哦，他很高兴跟人家唱歌，唱歌完之后，牧师开始讲道，他就把耳朵塞起来。你讲你的，我就塞起来，就把耳朵塞起来。反正你牧师讲你的，反正妈妈说做完礼拜我就有钱拿，耳朵塞起来。等到他把耳朵塞起来的时候，突然一件事情发生，一只苍蝇哦，飞到他的鼻子上面了。啊，他耳朵塞起来，撑在鼻子上面，就没办法，把手拿开，把苍蝇要拍走，就手一拿开，刚好牧师在讲一道的经文，讲那个司提反在被用石头丢死之前，跟那些犹太人讲说：你们这应景的人呐，你们的心跟耳未受割礼。用台语来讲，用一个比较白话的来讲，就是你们这些固执的人呐。你的心固执硬化，你们的耳朵都不听你们会遭遇跟你们的先祖一样，做什么？被驱逐他们还是用石头把他打死。收那个衣服的是保罗，以前也叫扫罗，上帝呼召他以后叫做保罗。然后他又讲一些儿子啊，如果没有那只苍蝇就没有你。那天我听到牧师讲说，你们这应景的人，我就刚好听到这句话，我说吓一跳啊！原来今天牧师讲到是为我，牧师讲到今天特别指明我是应景的人哦。哎呦，我像是呢我是个应景的人呢。所以回去跟妈妈讲说，妈妈，我要乖的啦，你不给我钱没关系。妈妈说钱还是给你，说他就变成很乖。妈妈说，反正你高中毕业了，你也不念大学，那就去工厂当学徒。所以我就跑去一家铁工厂，在那边当学徒。我就很认真的做，我很认真做。那个老板很喜欢我，就把他的女儿嫁给我。若不嫁给我，还有今天的你苍蝇重要不重要？重要，苍蝇是为了荣耀神。他儿子听了说：“哦，原来苍蝇那么重要，没有苍蝇就没有我，就没有今天老板娘的女儿，就是我的妈妈生了我。”所以每一件事情，其实上帝都有他的奇妙的地方。所以我们要荣耀上帝，功劳给我们的同工，欢喜我们自己。每个人在神的面前都一样，用谦卑的心互相去服侍。所以我们在圣诞、在平安夜的时候，都经常讲一句话：在至高处荣耀归于上帝，那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最后一件事情，然后彻底断绝偶像。我们每个人心里要思考一下。我们有没有很多的偶像？也就是在我们面前，我们有很多，比如说，那我不是说idol不好，idol有分偶像有分，我们可以尊敬他，但是不要迷恋他。在大陆就发生过一个例子，迷恋刘德华，有没有？各位都知道那个祭司嘛？迷恋刘德华，逼他的父母把房产都卖了，追刘德华。然后希望跟刘德华见个面，就刘德华没有，就他爸爸自杀了。他恨死刘德华啦！你害我的爸爸自杀。可刘德华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我在沉迷偶像，那个偶像来奇怪，我们现在做礼拜，蔡崇义讲到大家三三两两来呢。那个今天如果是刘德华来讲道，我告诉你那个排队排到你进都进不来。所以那天我本来还好奇说那个蔡琴唱歌很好听啊，说蔡琴来你们教会现场，我说我们教会容得下吗？而且他们现在都有一些假嘛，经纪人都会跟他们讨论。上次我们刚开始五灯讲一个叫温玉梅，最后他当牧师，他来跟我们说。那时候我们教会还是很小，所以要5万块。我说我干脆我自己来唱好了，我来唱，我还可以奉献。结果今天我们有时候是沉迷偶像而来的呢。今天你想想看，今天我们去韩国一个小女孩，就是被用，有没有一个小女孩？那叫什么？被说有一个国旗就被大陆封杀，是我们台南人。只要他说
今天是轮到他来讲道，我保证各位都不必讲，我们提前10分钟到，提前5分钟到，保证提前1个小时你们都到了。今天如果说赖总统说来，今天我来讲道，那个不是基督徒哦，但是他会参加告别礼拜哦，我来讲道。我告诉各位，一大早你们就全部都来。我们是为了侍奉上帝耶，我们完全是为了侍奉上帝而来，所以我们很重要的事情要教会秋堂，秋堂是建筑在比较高的地方。我们要将我们的一辈子，我们所有的偶像，你再包我们把它拆毁。我说凭着信心，所以我们今天唱的一句歌词叫什么？凭着信心领取，凭着信心领取，我们要有眼光啊，要有眼光啊！这歌词各位看一下，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信心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长，心中有爱，可以走到云端。我们刚才在文中的默祷的时候已经有这首歌了，这首歌我觉得不太好唱，但是无论如何，现在各位坐着，我们来唱一次来。上帝会在你心里作为。我们再最后来唱一次来。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
我们在你的面前恳求你。纵然我们碰到黑夜，但是我们相信黎明就在那一头。纵然我们碰到高山，但是我们相信主你会跟我们同在。我们依靠主来得胜。我们借着祷告祈求，我们凡事依靠上帝，上帝做的帮助，上帝背着我们走，让我们一辈子在主你的保护，在你的爱护之下，因为我们从你的爱看到我们的希望。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请坐。这个时阵，咱来奉献。来吟奉献的诗。请坐。好，请咱这时请咱继续起立吼，来吟390首。吟完，咱请蔡长老来甲咱祝祷。是上帝祝福，愿将恁交伫全能的爸上帝面前，愿保护上帝爸全能的爸囝圣神，甲恁的稳定三角之地。愿主耶稣基督慈爱、上帝恩典跟着每一个人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所。阿门。请坐，这是我来报告，请咱来看咱手中的周报吼。请下礼拜若有事奉的，请咱来注意。有这个奉献吼，若有
出入，请咱的甲咱的相关的中级来更正消息的报告吼。咱礼拜后又原有这个分组吼，这个今仔日吼，咱妇女团结时间吼，咱邀请到咧洪兆龙吼，甲郑伟啦吼，两位算上来甲咱分享着因做少年老爸的心声啦吼，欢迎较侪人过来参加。过来第二吼，咱即个敬拜2点有敬拜团。第4吼，8月初一咱就要来开始恢复即个社区的下学期的开课啦吼。请咱有长者会使欢迎，嘛会使推荐伊来来即个参加即个活动。吼，咱也为着同工甲学员哦，身心灵的健壮来倒。第5吼，就是迄个8月初4吼，咱要伫迄个建成国中体育馆来举办迄个身体急转弯的迄个趣味运动会啦吼。请吼有报名的人吼，咱看咱后壁吼有甲你漏掉无？因为咱有第有分组啦，过来因为有保险，所以咱特别爱注意着讲咱是毋是有吼伫后壁迄个排列中间吼有咱的名的内底吼。当然啦，临时报名参加，咱会另外搁安排啦吼。袂要紧，咱先注意看咱家己已经有报名的人吼，咱的分组是对一组，过来就是迄个有因为有甲咱保险，有甲咱做保险啦吼，所以咱请咱来注意一下。搁有即个8月11日吼，咱要举行即个圣礼典，然后咱的兄弟姊妹要来受洗，无论是坚信礼还是小礼洗吼，请咱伫8月初4的前来向长老来报名吼，来接受即个迄个信仰的问答吼。咱8月初一的8月的1月的长老吼，就是惠华甲这个铁文执事，长老惠华长老甲铁文执事吼。好，咱等者是具体交通甲大道事项吼，咱特别为着调庆兄因一家来祈祷，为着祈安长老来叫胜利因一家来祈祷。这是咱要来请叶长老甲咱做这个讲经。今天开始哈，就是迄个历代志啦。上一次哲博已经把那个希伯来书把它讲完了嘛。历代志其实历代志一个重要的哈，和列王纪无共，就是讲列王纪它是记载历史，整个历史不管好的坏的都记载。历代志不是，历代志就是用利未人的眼光来看。你如果说按照神的命令典章。他的律例，你遵守的时候就得到祝福，没有的时候就得到神的管教。历代志大部分都安尼啦吼。所以历代志伊咧写的是大部分的人是讲以斯拉所写的，以斯拉大概在西元前400多年那个时候写的啦。大概在400多年那个时候，他们是归回的时候。归回的时候写这个历代志，所以他目的是要叫以色列人知道，犹太人他们知道说，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为什么会被掳？为什么神会让我们回来？最主要是在讲这一些了哈。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哈，历代志他讲的都是好的事情，坏的事情都不讲。所以我们举一个例哈，例如说以那个大卫王啊，大卫王不是娶了那个别是巴吗？就是黑狼他的太太嘛，他把他占有，然后呢把那个人害死了。所以先知拿单跟大卫讲说。刀剑必不离你的家，刀剑一定不离开你的厝，刀剑必不离你的家。但是在那个历代志就没有写这一些，历代志就没有写这一些了。所以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说，他们被掳回来的时候，其实他们被掳到巴比伦。我们知道巴比伦那个时候是全世界最强的最强，大概可以想说现在像现在的美国这样被掳到那边去，你被掳到那边去都是在那边当奴隶啦。那一边看到那个建筑啊，其实有世界7大奇观，就是空中花园，巴比伦有空中花园。然后你回到犹大这个地方，回来的时候看到什么？看到都是旷野，什么都没有，都是废墟，
所以为了要让他们有信心，所以就写了历代志，让他们知道说你们是神的选民。所以从第1章到第9章，全部都在写族谱。我们想说那个族谱到底写那个有什么用啊？就是写族谱，让他们知道说你们是神的选民，你们有10个从亚当创造，神创造世界，从亚当以来一直到亚伯拉罕是神所拣选的，所以你们自己不要灰心丧志啊，不要灰心丧志。他目的是要这样，所以写了那个历代志。那我们知道历代志里面还有一个就第4章那个雅比斯的祷告，大概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一个经节啊。雅比斯他生产的时候因为非常痛苦，所以雅比斯他怎么祷告呢？他说：“愿神祝福他，扩张他的境界，让他不要遭遇到患难跟艰苦了。”因为他出生的时候，他母亲非常痛苦嘛，所以他就祷告这一些这个也是我们常常要祷告的。我们会不会遇到呢？会遇到了，其实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我们唯有依靠神。另外，我们看到那个历史的时候，以斯拉回来写了这个历代志以后。其实在经过没有多久他们还是离弃神，所以这一次呢，按照出埃及记所写的你们离弃我的时候，我就把你抛在万国之中，让你当成笑柄了。大家人经过亚伯萨殿的时候，看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说耶路撒冷怎么会变成这样？所以后来经过没有多久的时候，波斯战败被希腊统治，后来罗马的时候，到罗马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呢，西元70几年的时候，整个罗马帝国就再把那个以色列把它灭掉，灭掉了总共将近2000年的时间再复活。我们现在看到以色列在打那个加沙那个地方其实就是非利士人的地方，所以3000多年来一直都在打。其实那个地方我们知道摩押叶文都是他们的亲戚摩押叶文那边是约旦，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如圣经神所预言的这样的神所预言的这样一直在，所以我们透过这一个的时候，让我们看到神的话是不会落空的，神的话都是句句都会实现的。我们读历代志的时候，常常要想另外我最后再讲一个，就是当罗波安他就位的时候罗波安就位的时候，所罗门不是很强大吗？到罗波安的时候，罗波安那一些人来问那一些很多人就来问罗波安，是不是你父亲因为要盖圣殿跟盖王宫，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花了很多钱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减免的？结果罗波安去问那一些老的那一些顾问我们说那一些国家的那些顾问国策顾问他说你们应该要按照这样的减轻他们的负担。结果罗波安说再过3天我去问其他人，结果问了。他们跟他台语讲港文的啦，同年纪的那些人，其实罗伯安那个时候已经40岁了同年纪的那些人跟他讲说，你应该比你父亲更重的担让他在他们身上，而且呢管教他们要更严。结果呢耶罗波安就把那个回去的时候就说，我们为什么要为了大卫的家呢？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就分裂分成南北国这个国家就整个就完蛋。所以诗篇12篇里面有写了一段话，最后一节了。和本怎么写？和本说下流的人在世上居上位坏人就到处游行了。第二讲不中用的人在世间人的面前高升了，歹人就遍地游行，就没有错了当一个国家的时候，如果说那个来用不中用的不中用的就是没有能力的人上来的时候，那就麻烦，就会造成国家整个分裂。所以我们知道，因为罗伯安没有听那些人的话，就造成这样。这个是在历代志里面都有记载了。我们读历代志的时候，其实可以让我们想说，真的神是以色列的神，也是我们的神。我们从这个可以学到一些神的话语，学到神的教训。谢谢。就是咱要来请圣乐队来唱祝歌，祝歌了，咱再来来请安。稍等，迄个搁一个咱有一个要
圣经要互这个嘉乐啦吼，啊，咱请蔡长乐来甲办互嘉乐。一个圣经叫嘉乐大哥，我会当甲我叫哥哥，不会成我哦，连理我都不理我。现在我才知道说哦，原来郑维跟他换尿布是痛苦的。完蛋了，我跟你完蛋了。啊？他在主日学被妈妈抱上去。主日学爸爸妈妈可以出来啊。让你换尿布换得轻松一点。来，妈妈来，妈妈来，来。尿布都看圣经。对。这是我们要给这主要是给爸爸妈妈看嘛，儿童的圣经，好不好？来，给儿童啊，帮我们照个相，留个纪念的，来，拍照成证了，来，1、2、3。我跟你讲，如果加入圣经，没有学好的话，是他爸爸的责任，没有管教好 ，OK。咱也继续为这个郑伟加祈祷，好。这是咱来行平安礼。平安，这是咱来行平礼，平安。建正伟，你们今天带得很好，感谢。